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这摆我要带大家来去做好沙嘎佚佗。第一天，咱会去日本三大早市之一的虎子潮市，佮有食好食的鱿鱼沙西米。最后会到镜山展望台去看风景。第二天，咱佮会到足水的游德稻荷新社，佮食好食的温泉汤豆腐。最后，佮会去会当互皮肤变水的新社参拜。大家若是有兴趣，一定爱看到最后哦。这就是虎子潮市啊，已经有100几年的历史啊哦。伫遮，逐天拢会卖因渔民掠到的上市海产。阮去的即天天气无啥好，在落雨，所以出来摆搭的人嘛较少。嘛有可能是因为天气无好，渔民无出海，所以无物件通好卖，就无出来摆搭。不要紧，行行看看的嘛袂歹。早市行了，来买一个食的名产，比面大的鱿鱼鲜贝。离开早市，为内底开差不多4分钟左右，就来到这有名的餐厅和泰隆。伊遮上有名的就是这鱿鱼沙西米，伊的鱿鱼真鲜、真软、真好食，尤其是阮盐食的时阵，迄鱿鱼的甜味就更加明显啊！因片好的沙西米食了，剩的物件亲像骹，因就会摕去钱哦。阮感觉即间真正袂歹食，除了鱿鱼沙西米以外，其他的套餐嘛拢袂歹食哦。趟过镜山的鸟居，佮为顶悬开一段路，咱来到镜山展望台的入口。为内底行差不多5分钟，就到镜山展望台啊。伫遮会当看到真水的风景哦。咱头拄仔就是伫遐食饭的，这个光真水，感觉随时会有天使出现。开差不多1点半钟了后，阮来到下暗大的 Airbnb。这虽然真偏僻，毋过厝介大间，住起来真舒适哦。暗顿食阿母煮的sukiyaki。
这间 Airbnb 会知影真水，风景真好哦。出来旅行，无想要赶行程，慢慢啊食一个早顿，欣赏一个风景，才开始行程。这是佑德稻荷神社，是日本三大稻荷神社之一。伊外观看起来有淡薄仔像京都的清水寺，拢是用条仔建起来的这种较起足骨力的建造方式。我个人是感觉这安尼起红色的是比清水寺的较水，因为人讲红水乌大斑嘛。要去到主殿，要先爬一段楼梯。这楼梯两边，包括顶悬拢有挂真侪风铃。在爬楼梯的时阵，听这风铃声，心情感觉真平静，规个人拢放松落来啊！伫主殿参拜煞了后，伊边仔阁有一条路会当继续往内底行，去到伊的奥院内底有休息的所在，会当买一杯咖啡，坐伫遐休息看风景哦。去的途中会经过真侪鸟居，遮翕相真好看哦。边仔嘛有曝晒真侪大大细细的神明。离开神社来食一个暗中豆，这间是专门咧卖豆腐、豆类产品甲豆腐料理的店。伊这店的汤是温泉水哦，用温泉水煮豆腐。伊这豆腐超好食的，而且豆腐甲饭拢会当免费一直加，互你食免惊的。最后食了，阁会当加饭落去煮糜，真正赞啦！这间是我真心推荐，拜托大家若是有到这附近，一定爱来试看卖。饭食了，来附近的神社参拜一下。听讲这间神社是甲皮肤有关系，只要将圣水淋伫这只黏鱼的身躯顶悬，而且向伊祈求，安尼皮肤就会变好哦。
好，以上就是这摆做好萨嘎的旅行，希望大家会介意。我是 Lisa，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